神啊，主是的，你就是真实的救主。主啊，求你坚固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我们要单单的来注视你。谢谢你，没有你配合，让我能够找你，好，让我们继续到我们在台湾。
合你，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在你呼召之地，我要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哈利路亚，神啊！主是的，你就是我们真实的救主。主啊，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都要来敬拜你，高举你的名。主啊，愿你喜悦孩子们在你面前的敬拜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请坐。